中国解放军明仔载初三要办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，虽然陆委会已经真侪届呼吁国人都莫去参加，也毋过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就讲，伊人已经到北京咯。国民党的立委林书明是认为这是伊个人的行为，未应得代表国民党。陆委会嘛警告讲，若政党还是个人参加相关的活动，涉假中国方面有配合宣传等合作的行为，得以量化条例来处罚。 如果真的还是有国人不听劝阻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是依个案来去做进行处理。陆委会几届发出警告，强调中国9月初3伫天安门庆祝二战80周年的阅兵，是想要篡改历史，强化因一中的原则，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。不过，顶一日传出台湾有几个统派甲犯难的人士拢会出席。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伫初日证实，前一暗就已经到北京，强调伊捌做党魁。 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的精神。伊讲历史袂当放袂记哩，若毋是苏当时国民党甲共产党合作，那有可能保全中华民国？毕竟他现在已经不在其位了啦，不是代表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哈，所以他的其实上他还是代表他个人前往。基于宪法上保障我们迁徙自由的规定的政府不用做太多的一个联想。 南亚立委林书明表示，洪秀条是以个人的名义参加，因为一般的民众家己去，只要符合规范，就无必要严格限制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讲，中国对台湾充满敌意，甚至打压，对洪秀条的行为无法度认同。 他到底是要去面试他的下一份工作，还是打算传达什么样的意念回到台湾来？我想他自己应该回来跟国人说清楚，不要每次都躲在中共的镜头底下发言，不敢站到台湾的土地上，向台湾人民、向国民党支持者说明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疑似背叛台湾的行为。 接至这点，陆委会除了呼吁捍卫国家的主权甲尊严，嘛警告只要涉及甲中国任何形式的合作，亲像签署协议、备忘录、发表共同的声明，或者是配合宣传，主管机关会照两项条例等等相关的法律来裁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